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想做翻一個抽獎嘅名單 update 啦，係啊。咁呢個抽獎咧就係聽日會 cut 噶啦，係啊。如果你哋想參加嘅話，就喺我介紹禮物嗰份片嗰條片度打翻 join 啦，同埋跟咗我啲要求啦，係啊。咁我俾你哋睇下禮物 A 有啲咩人。有啲咩人參加啦，係咯。咁如果咧冇你哋嘅名嘅話咧，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。咁希望你哋可以喺comment 度提醒翻我啦，或者再打多一次啦，係咯。咁你哋都要跟足要求做啦，係啊。咁有剔呢啲咧，就係做足我叫佢哋做嗰啲要求啦，就係要打我有咩改善嘅地方啦。咁呢啲冇剔嘅咧，全部都係冇打到我有咩要改善嘅地方啦，係啦。咁我咧都發現到咧有啲人咧係冇打 join 嘅，直接要禮物 A 或者禮物 B 嗰啲咧，咁我咧都會加埋佢。不過希望你見到之後會盡快打翻 join 啦，唔係咁樣好奇怪。係。咁呢3位咧都係禮物 A 嘅，係。咁仲有啲位都未跟住要求啦，係。咁呢2位咧，佢哋2個就冇打到要禮物 A 定禮物 B 啦，係啦。咁如果你哋唔喺comment 度留翻要禮物 A 定禮物 B 嘅話，咁我就嗰陣時是但放入其中一個，不過會係禮物 B 多啲嘅，因為禮物 B 好少人參加，所以我就會將你哋兩個放入禮物 B 度啦。蒙，有啲蒙添，手機 focus 唔到，唔好意思。睇下呢個禮物 B 嘅啦，禮物 B 就係因為都少人參加，所以嗰2位真係就會放翻去禮物 B 度。咁如果你哋仲想參加嘅話，就要喺翻之前嗰條片度打翻啦，唔係講可能會取消你哋嘅資格啦，係啦。我今日就係想講咁多，咁聽日晚上8點鐘就 cut 㗎啦，你哋想參加嘅話就快啲嚟啦，係啊，就係咁啦，好，拜拜。